喂，Carol，將我做電話發吽哣啊！哇！嗌成爭啲俾你嚇死啦！做咩喎？手機有咩好睇啫？冇啊！啱啱我老豆 message 咗話，遲啲佢要去高等法院嗰度做陪審團。嚇！要去法庭度做陪審團？咩陪審團啊？我都唔知啊，所以而家咪上網揾咯。啱啱俾你嚇嚇，乜都唔記得晒。咁不如我哋直接問下專家啦。陪審團嘅制度係香港法律制度重要嘅一環。喺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同埋死因裁判庭都有機會有陪審團參與審訊，作出一個裁決。喺高等法院嘅原訟法庭，陪審團通常會參與一啲刑事嘅案件，通常會有7名嘅陪審員參與審訊。但係根據一啲情況，如果有特殊嘅情況嘅話咧，法官都可以要求有9位陪審員參與案件嘅。喺一啲嘅民事案件，例如誹謗案件之中咧，都有機會有陪審團參與嘅。只要合乎資格嘅香港居民都有機會被選中成為陪審員，包括年滿21歲但未滿65歲、品格良好、明白相關嘅語言等等。被選中嘅陪審員會參與相關嘅聆訊啦，最後會根據喺庭上聽到嘅證供，對於事實方面作出一個裁斷。